新天监无才无德之人刑克太子的预言传得莫名其妙，才艺考核的事也很是蹊跷。占星预言，我压根儿不信。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。主要纤纤盈盈一握，说的就是这样的身材吧？我说了，吃的有点膨胀了。他怎么每天还飘火火嘞？我听说，这次才艺考核是徐有正向太后请了懿旨，太后亲自指示詹事府和礼部操办的，而且徐有正将担任这次考核的审核官。殿下还是小心提防为好。无妨，亮太也不敢在詹师府闹事。你手怎么了？哦，前些日子练剑不小心伤到了。一会儿去找小宝，把我的金疮药膏拿去用，啊？谢殿下。怎么样？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？这个字体要中宫收紧，横竖舒长，要个个都像身姿绰约的美女一样。你再看看你写的，真是人如其字，个个珠圆玉润。猪。你刚刚说我，你说我圆，还说我是猪。别装了，都干了。好，是我不好，是我操之过急了。不是你操之过急，是我愚钝；是我不会为人师。不是你不会为人师，是我自如其人，珠圆玉润。你哪里圆润？明明是体态绰约。我体态绰约，你不是说我超能力是吃吗？我能不胖吗？好，那这样，今日心情不适合练字，那就放一天假，如何？你说的，那我今天可一个字都不写了。不写了。好，走，出去玩去。我是不是被骗了？这人真是服了。不还了。用力点。你这个人怎么一下子不还？亲，别生气，友情提示。四殿下划船不用桨，全靠浪啊！靠浪。奴婢师爷知道错了。那你说说看，我如何浪？既然殿下这么在意小贾姑娘，不如考虑一下，将其一并带入寒州宫。日后我娶谁，也不是我能决定的。我不想委屈了她。他怎么喜怒无常的？我怎么攻略他这种人啊？气死我了！
陆姑娘，不知道他今天心情怎么样？怎么，你打算在门口杵一天吗？看来不怎么样。还有3日便是才艺考核，你若是再完不成，就要头悬梁锥刺股。现在可以告诉我故事的结局了吗？你说的是段公子那个故事吗？故事的结局是这样子的：没想到花心的段王爷也曾遭到老婆的报复，报复的作品呢就是段公子喽。所以说，段公子跟那3位姑娘既非同父，也非同母，所以他想娶哪个就娶哪个喽。看来段公子还是跟他心爱的王姑娘在一起了。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非也，王姑娘钟情的是他的表哥，纵使他的表哥为了复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，但是王姑娘还是不离不弃。段公子最后回到了云南，把钟姑娘和穆姑娘一并纳为了妃子。如此看来，结局依旧是个悲惨的故事。段公子享了齐人之福，不是每一个男人都羡慕的吗？非也非也，3000弱水只取1瓢。甘蔗四，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下一位，司治司路人甲。他怎么还不动呢？我的笔墨纸砚呢？高数、油画、解剖学，奇人兽，这都是什么呀？练习了书法这么久，系统都不给个展示的机会。早知道选项是这3个，我练什么书法？高数，不行，数学太差。油画也不行，我连毛笔画都被嫌弃。解剖学，倒是我的专业知识，可一时间我去哪儿弄个尸体解剖啊？疫苗补丁？这菜刀也太大了吧！解剖鸭子吗？他这是干嘛呀？看行不行啊？江湖救急，赶急不急啊！殿下，他拿您刀。没想到他这刀法全了呀！什么意思啊？哇，太厉害了！看来这位姑娘展示的是与膳食相关的才艺，那就请司膳司的人来做评断吧。只用1柄刻刀，便将这一整只鸭子的肉、筋、骨分离得干干净净。更难得的是，未伤食材分好，姑娘可谓料理奇才。李太医，可有话要说？刚才在台下看姑娘刀法之快，对经脉和脏腑更是分毫不差。想必姑娘是研究过存真图吧？姑娘可谓是个医学奇才啊！好。恭喜你，可攻略人物集齐，好感度页面开启。为什么照禅意识0？人呢？为什么我攻略了这么久，他的好感度还是0？
那些美好的时光，那些交换的秘密，都是假的吗？难道是因为才艺展示枉费了他教授书法的心血而生气了？或者是因为之前没有激活好感系统，数值没有计入？小贾，来披件衣服，小心着凉了。这个披风好，云竹，谢谢你。小贾，你真厉害！现在皇宫上下都在讨论你，而且司治司因此还得到了全员褒奖。是吗？真好。今日11殿下来找你了，他说有事情要亲自跟你说，看你不在，他就走了。哦，那就让他走吧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啊？没有，就是可能有点太累了吧。没事，你放心吧。累了就快回去休息吧。走吧，咱们回去吧。我还想在这儿再待一会儿，你先回去，先休息啊。那我先走了，去吧。你别太晚了。曾经的愉快与不愉快，也只是曾经。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，你以为在一个人的心里埋下了种子，到收获的一天，却发现颗粒无收。给我加油。